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9月初9的暗新闻》，我是郭伯君。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咱赶紧来看卖。台北市大地震解除6月事故，现场有个管阿摩头周宝强，制作团传出建商要互受灾户签契约，由地主以外建商来重建因的厝。今日有2站公安以外，加起有做工仔人互电塔电视，高雄有4个做工仔人互溪水抢走，加在什么都无危险。非洲摩洛哥车被半暝发生规模6.8的大地震，罹难人数超过600个人，至少有329个人受伤。建筑公司基泰建设伫台北市基泰大地的建案地区附近的人家厝6月外出。到今日暗时6点为止，已经有201户464个人受安置。现场我继续管阿摩头周宝强。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拿出来环境变较安全，会分配予居民转来摕物件。基泰大地建案时间无细腻，爆发公安的事故，造成附近的徛街、大车道严重入不去，影响201户464人。水车甲灌浆车西到一直进行回天的作业，进度瓦滚地面。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到现场视察，指出徛街即种不会再发生，唯一的情形，而车道也不会再叮当。最快，我们也许今天下午，我们会安排让倾斜建物的25户住户来分批进来拿取相关的物品。针对倾倒建物以外的相关住户，应该是明天或星期1的时候，就可以让住户来回家。那么起部分有个下晡会再回天，住户关心什么时阵会转去？副市长李树川指出，所来的每一间也有每一个楼梯来勘察，完成复电了后，上紧初10、11，互门牌相互的住户能搬转来。不过入去的徛街未来迅速度继续大，协助抢救的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认为真不乐观。其实以目前现况我们没有，我还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是目前以现况，他要居住是有困难，不会只有1楼不能住的。受灾户部分，周万安讲安排至少带旅馆到2里，休息安置到南港的社体。对建商处理的态度消极，而且挖落去的深度是11.95公尺，也无到市府规定12公尺爱审查的标准，被质疑是规避审查。周万安要求基泰建设负起责任。李副市长会和他们总经理在现场这边进行相关的沟通。我们希望让市民看到基泰建设负起责任的态度。周万安强调，后续成立调查小组，就损林勘检的机制，有机关检裁判争议，全面来检讨。另外，台地这地公安事故的地区地质不好，未来是不是划定真多敏感地区？台北市府讲对着污侵落去的部分会加强来监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台北市机关讲，地区击败以外的基泰建设，伫咧发慰问金的时，阁有附一张合建意向书。那居民签落就代表家己受损的建筑，同意由基泰建设来重建。而且佫规定讲，这个契约内容是袂使外泄。台地街94巷巷仔口已经有封锁线禁止进入，住户确认身份了后，伫安全无由人员陪同进入摕物件。有看到人如塞车啊进入，也有人炸大型行李箱。受灾户上无奈，就是生活变作如苍苍。现在就是很乱，整个就打乱我们的那个一些生活作息了。我们是比较担心后续的那个，因为这个是长久的。未来安怎处理也唔知，暗过涉嫌的基泰建设，好像像着急甲受灾户找因定起厝。有台北市议员提出这张合作兴建意向书，基泰开条件包括互居民1坪换1坪，国家平面停车位签订了后，袂使互第三者知影。民意代表批评真恶质，立场是转达部分受灾户的不满。建商这样是不是有好像逃避他某些责任，回到一开始的状态这样子？那当然，住户就会觉得说，有一点半强迫性。有住户认为，眼前应该先慰问补偿，以后再来谈合建。不过，要受灾户表示，早就同意订建，只是当时破局。因为有人不同意，所以就破局。我是愿意啦。台北市那么多老屋，你不盖，难道一个地震还全部都跑掉，再来收尾？
积极度还必须要好好的检讨啦。这一个原则上发生这么重大的灾害，最大的这个本身上的责任都在我们这个建商，我想他应该要负全部的责任。副市长李树川在去受访的时阵，要求建商伫中道出面为居民安置讲清楚责任的负担，认为基台无够积极。对不愿发放慰问金，搁早意向书这个批评，基台设备暗时表示，会尽全力协助受灾户重建家园，协议内容会当接受检验，并强调意向书甲赔偿责任是两件代志，绝对袂以居民已经签意向书为理由闪赔偿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番路乡的两个台电挂包厢的做工仔人伫电塔做工课时，一个工仔人互电着死亡。那伫高雄的礁清区下晡，有4个做工仔人互中起来溪水呛落溪，加在路尾的4个人拢互人成功救援。救护人员为两桥顶悬的工人做急救。嘉义县番路乡阿里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宿舍后壁，初九早起9点外发生工安的事故。两个工人伫高压电塔顶悬作业的时阵，其中一个人好亲像意外去吸到电昏去，另外一个人惊电着拢唔敢叮当伫电塔顶悬等待救援。妈，你跟他摸要卖博。工人瞓伫8公尺悬的电塔顶悬，消防人员唔敢大意，全身武装确认电塔已经完全断电了后，才敢爬起嚟。不过高空救援嘛增加真侪难度。确认是没有一个通电的情况之下，我们人员救援才可能比较顺利上登。那加上这个整个一个攀爬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携带一些钩环、绳索上登，事实上增加一个困难度，而且要针对被救的人员要架设比他更高点才能实施吊挂。工人互人吊挂落来送医了后，也是救无转来。根据了解，这个29岁姓陈的工人是台电外包厢的员工，包厢接到消息，随委托赶到现场，强调员工的身躯拢有安全设施。他们都有安全吊带啊什么的。对。因为不是那个吊挂，主要是感电意外。台电为这代志紧急成立应变小组，要配合检警这单位查清楚事故的原因。不过，工安事故唔那一件，警方到高雄礁清李山路附近，4个包厢工人中昼伫做工船分流，伫咧做人美桥底的工程时，因为溪水涨悬落落水，好在其中3个人家己脱困，另外一个人刷雨水冲去圳沟边了后爬起来，由警消协助救援，4个人拢轻伤，好在拢无要紧。记者综合报道。推动转民防卫意识的乌心学院共同创办人沈碧阳，在咧立陶宛参加活动，但是伊昨表示，发现家己的旅馆房间物件有互人刷过，家人刚刚发现其电脑后壁加一份食到一半的炒饭便当。房间门口附近，阁有一张写 warning 的警告大纸，伊是随报警换旅馆。民进党立委认为，这是咧警告台湾甲美国。世大会、后大会甲乌心学院伫立陶宛举行联合年会，要思考海外台湾人伫咧战争的角色。乌心学院共同创办人沈碧阳伫面册讲，当地初一暗时登去旅馆的房间，手机插头互人背起来，行李嘛互刷位，本来是无伫注意。隔天透早食完早顿转房间，发现电脑后壁加一个食剩的炒饭便当。房间门附近有一张 warning 警告的大纸，文章一个打出来，引起众人烦恼。这一次去的是欧洲台湾会跟世台会，那有几位是从台湾出去的。以这个资讯来看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监控或者是警告的动作。立委林静怡去年早去过立陶宛，伊讲这个的治安正好，有特殊，这是明显监控还是警告，而且对象唔那沈碧阳。我觉得这个警告意义包含对台湾，甚至对美国，还有立陶宛这3个国家。沈碧阳换新大文，请朋友免烦恼，可能是较奇怪的意外，已经报警换旅馆，听候调查。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宋成文是认为，沈碧阳警觉性真悬，不过伊个人认为无亲像强悍，那做事嘛无达成效果。让你知道我们盯上你，让你知道我们可以威胁到你的安全，然后因此不要做什么，这个看起来是没有达到，那我们也不排除说立陶宛当地有中国的眼线或是特务啊。宋成文表示，看来这届年会无透过代表处，代表处嘛无特别甲对方政府交办，战绩无悬，唔知有这种情形。台湾外交会愈来愈宽，未来民间人士也去较敏感的所在，实务上国安特勤需要发展统一的准则，保护国民。记者综合报道。企业甲国台民在咧拼连续选2024年的总统，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捌替伊徛台，即阵说话为爱郭台铭提出大选。郭台铭办公室表示尊重杨志良加上去支持国民党迄派，也那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今日是咧批评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治水成绩。立功立事总统大选西卡都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积极走访地方，要拼连署。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担任郭台铭的主流民意大联盟国政顾问，到三江徛台展现支持的态势。社交去形容投资媒体，话为郭台铭提选真做拯救台湾的英雄，应甲连署的钱捐予健保专户。对此，各办发言人黄树修讲尊重杨志良归队国民党。杨志良表示，家庭暴力事件风波了后，各办这段时间无解联络。他有不当的言论，但确实是我要求他道歉。那他可能心不甘情不愿吧。我没有一句话，我从头到尾没有要他退选，但是那个话他应该听得懂，他是个聪明的人嘛。对着郭台铭的亲信卡电话沟通，杨志良讲未亲自要求伊退选，强调知影推出一组候选人也面这单。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走访南投，得到民调回稳。侯友宜讲，最近提出一项政见，让人民有感觉。党主席朱立伦讲，已经邀请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林嘉宾，被认为是谈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时机点。我会坚定我自己的步伐，结合所有的力量，赢得最后胜权。民众党郭文哲伫台南成立头一个竞选总部，会谈民进党赖清德的铁票仓。郭文哲批评民进党伫国务方法，算赖清德台南地水行为曝光。咱希望台湾是中美对抗沟通的桥梁，不是中美对抗的棋子。最重要的台湾希望有一个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的政府来领导。隔壁有哪捌甲新民车去变数咧，敢不是啊？对不对？现主是对宗教还阁产生压迫呢？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赖清德出席北区宗教赖清德后援会成立大会，欢迎中共迫害宗教，讲到大选有关台湾的前途，延续民主，也希望众神守护台湾的主权。记者综合报道。非洲摩洛哥初八半暝发生规模6.8的大地震，深度只有18公里尔。有侪楼厝拢放弃，目前罹难的人数已经超过600个人，至少有329个人受伤。摩洛哥当地时间初八暗时11:11响响大地震，一寡民众因为摇真大力，惊甲赶紧走出门。美国地质调查局有测到这件地震，规模是6.8。在主震发生11分钟后，佫出现4.9的余震。震央是伫高阿特拉斯山区豪兹省的伊吉尔镇，深度敢若18公里。震央附近的城镇建物严重受损。名列世界遗产的观光历史城市马拉克什市的古城区，景点煞规个变土堆。民众形容地震当时，都那亲像火车驶入厝内，感觉真惊人。الخوف الزلزال اللي ضرب بهذه الدرجه هكا وبهذه القوه لدرجه انه في العماره حسينا العماره مشات 3 الخطرات او 4 الخطرات الناس بوحدها راه باش يخرجوا للشارع ما يمكنش يتصور。地质专家表示，北非较无接发生地震，初八下强的地震应该是这个山区120多年来规模上大的地震。进入灾区的救援队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情形真严重，一寡车拢互土石堆缀伫土骹，也佫无清楚震央附近较压角的所在地区的灾情，预估死伤的人数还佫会增加。أسفرت هذه الهزة عن وفاة 296 شخصا بأقاليم وعمالات الحوز ومراكش وورزازات وأزيلال وشيشاوة وتارودانت كما سجلت إصابة 153 شخصا。联合国伫第一时间表达要提供摩洛哥援助。29集体峰会地主国印度总理莫迪也对罹难者表达哀悼之意。救援队目前长把握黄金救援时间，伫土石堆内要找找生还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G20 峰会初9伫印度的 New Delhi 开幕，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甲罗西亚总统普京拢无出席。外界认为会造成会议当中，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气候变迁这寡议题讨论的效果可能会下降，也显示中国、罗西亚这两个国家甲西方国家的对立状况。印度总理莫迪初9亲身迎接参观会议的各国领袖，为20国集团的领袖峰会掀开序幕。莫迪也伫开幕典礼宣布，非洲联盟正式纳入集团的永久会员。
美国总统拜登车飞坐空军1号专机到新德里，随即到莫迪的官舍，伫峰会进前来举行双边的会谈。印度甲美国关系处伫紧密的阶段，车飞双边会谈讲到美国甲印度的军事战略合作，并且就科技甲经济进行广泛交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甲北京国安顾问苏利文陪同来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俄国总统普廷两个人拢无出席20国的集团峰会，改由中国总理李强甲俄国外长拉夫洛夫来参加。引发外界质疑，中国伫乌克兰战争立场已经由调停转向消极，显现出支持俄国的意味。乌克兰并无受邀请出席峰会，连欧盟一个无具名的外交人员指出，俄国也不愿意接受印度提出的战争协调方案，也代表峰会比目前的领袖联合宣言伫乌克兰议题上恐惊无得看到实质的共识。印度是强调绝对无这款代志。New Delhi Leaders Declaration is almost ready. I would not like to dwell on it. The New Delhi Leaders Declaration, which many of you will see post the summit, you will see it as a 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车飞到新德里了后，就对气候问题积极来对外发声。伊讲，全球就敢若亲像失去功能的大家庭，我都来对抗非常紧迫的气候灾难。We have no time to lose. Challenges stretch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The climate crisis is worsening dramatic, but the collective response is lacking in ambition, credibility, and urgency. 古提瑞斯强调，20国集团的总团排量超过8成，面对明显恶化而不可避免的极端气候，与会各国领袖更加应该真紧提出实质的解决方法，也有承诺。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估计2024年的完工，目前正在拼进度，但是抗伫工地的建材刷一点互贼仔偷摕去。车尾透早透过有警报功能的监视器发现2个查甫人入去工地要偷摕电缆线，是随通报警方当场抓到因2个人。警察提手电甲工地人员伫台中会展中心工地来搜查，发现可疑查甫人。干什么？你是谁？你谁？是吗？他是这边的工程人员吗？不是。嫌犯看到警察拄到只姓林氏甲另外一个朋友斗阵来偷摕电缆线，嫌犯讲另外一个人已经离开，唔知去倒位。不过经过警察详细搜查，就发现第2名的嫌犯。过来，蹲下。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占地134650平方公尺，互市府定位正做国际级别会议甲展览场馆，正正伫关室，预计2024年完工。为着防止建筑材料互偷摕，工地内底设置16支有动态影像警报功能的监视器。车尾透早警报声一弹，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去抓人。工区的 CCTV 动态影像发现2名窃取电缆线的嫌疑犯，立即通报辖区的派出所。并当场以现行犯来逮捕。经过调查发现，姓杨甲姓李2名嫌犯是朋友，2个人烧酒斗阵走入去工地要偷剪这电缆线，想要卖去换钱。以为大家拢唔知，毋过尾啊现场抓到。警方询问了后，甲2个人依照窃盗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几落港落大雨，天狗类的疫情也行起来。今年到达本土天狗类的病例已经超过5000例。另外，伫云林高溪的一间国校啊，也有5个老师甲学生确诊。卫生局会针对这间学校健康监测1个月。云林高溪某一学校天狗热案例继续扩大，车北阁新增加2名师生确诊本土天狗热，总计这学校已经5名师生去挖掉。卫生局认定是原来头一站天狗热校园互相相挖，会对全校师生健康监测1个月。即个有身体无爽快就进行天狗热快速检查，而且趁假日学生无上课，车到各个学校进行环境大消毒。淡水沟我们是每天固定要做清刷。那包含到所有环境的整理、纱窗纱门，全部要做全面的检修啦。云林的防疫工作一直在进行，台南更加心加大意。防疫人员伫民众厝内进行喷药防治，要甲室内避蟒虫彻底消灭。因为台南市天狗热疫情短短1礼拜新增加1000多名个案，到初九为止，今年总计已经超过5000例本土天狗热病例。目前台南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气候的非常不稳定，每天都是在下雨。
那这个对整个的防治是非常的困难的。卫生局提醒民众，大雨过了后，爱赶紧清除室外会滴水的物件，减少避风塘的滋生。另外，台南市教育局进行通令，各国中小学学校内底被查到养成资讯员，也是教职员讲学生伫学校内底为着听教日，会处分相关的人员，引发教育团体不满。对此，教育局强调，处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无希望任何人受到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乌克兰当地医疗资源是真欠缺。马偕病院的医疗团伫今年4月份有去乌克兰义诊，是亚洲的头一团。同一批医师搁再组成第2团，明仔载初10就要搁出发到乌克兰，会提供隔江11天的医疗甲教学服务。大火一直咧烧，搁清出乌烟。初六乌克兰东部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受罗西亚的飞弹攻击，当地原本是饲牛的所在，出现坐着伤死亡的民众。大批医护救援人员投入抢救。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了后，乌克兰的医疗需求大量增加。咱台湾的病院也第2摆组成医疗团，要伫9月初10，搁再出团到乌克兰，伫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乌班等地区提供医疗协助。我们这次去也去了解乌克兰在战争之后，他们本身所遭受的苦难，还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我们要收集相关的资料，来协助帮忙他们做第2次的医疗上的健康性服务。这摆医疗团会伫当地进行11天的义诊，估计通完成400人次的医疗服务，也要为当地医师甲医学生安排进行超音波的教学。带领这摆医疗团的医师蔡维德，也是今年4月份带医疗团到乌克兰的队长，伊也分享顶摆的经验。阮做这教育的部分，感觉遐的医学人员嘛是拢真认真，对着咱台湾这边来的技术嘛是感觉真佩服。那因为这个事件呢，也凸显了台湾在全世界国际中，它本身医疗上的地位，也造成了台湾的国际知名度的大大的提高。除了医疗服务甲教学，这摆医疗团也会甲民间捐赠的2台救护车，捐赠予当地，互因通顺回医疗，也会参国际 NGO 甲当地病院签合作的备忘录，向当地提供医疗资源的方向行。记者郭正准由台北报道。传承台语的水有民间基金会伫台南举办台语的歌诗音乐会，活动邀请4个台语界的先辈，阁有侪团体，用无同的方式发表因的台语创作，帮互台语通代代流传。暗暝的天星满天飞。诗人罗汉秀吟唱《春天的花蕊》是1994年全世界头一首台语竞选歌。台湾的诗歌对早前古典诗走向现代诗，侪诗人用台语来创作。基南乡文教基金会头一届办诗歌音乐会，邀请台语界先辈来吟诗，无论是林永敏唔通嫌台湾、向阳阿爹的饭包，也是陈明玲故乡的残痕，拢是乡土文学年代真有代表性的作品，后来参加民众听甲啪啪啪。春天的花蕊是较抒情，不过呢，用花甲青来望着讲，咱希望咱台湾会当佮行到更较好的境界。透过文人，包括写诗的、写散文、写小说，或者是写歌词，会当互咱的台语会当更较。文雅。农历王媳妇蔡基兰自细汉就接触文学，用台语创作侪诗歌，甚至佮用七字仔来记录台湾的历史。为着传拓台语，伊伫府城设基兰园基地，除了展示文学作品，佮办台语诗歌音乐会，提供大家一个发表三角讨论的所在。蔡基兰表示，上大愿望就是要甲台南打造成歌诗的城市，互众人看到无语的水。由台南开始，会当互咱全国来重视这个诗歌的推展。诗包含着文化性、历史性甲音乐性，活动安排不同的表演形式。因主要希望阿尾的话袂过乌天暗地，有更较侪人做伙甲台语文化的因顾好在。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24度到31度，
南部地区23度到31度，南部落雨机会是真悬。南部地区23度到30度，外岛地区24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的内幕。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